这时，请咱备办心要来敬拜。
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罗你，因为你的慈爱大甲拄天，你的诚实甲强冲。上帝啊，愿你权大搬过这个天，愿你的荣光搬过全地。这时，咱要请敬拜团来带咱学罗。我们就一同起立，用喜乐的心、开心的心来敬拜神。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你，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到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主啊，是的主，主啊，我们孩儿常常真的是非常的软弱，也常常得罪主你。主啊，有时候孩儿常常也遇到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会临到孩儿身上，孩儿也非常的无能为力。主啊，但是主啊，谢谢你让我知道主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主啊，
让我们能够放下一切，在主你里面得着安息，得着平安，在主你里面重新再一次的来得着力量。主啊，求主你医治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得到释放，得着力量。谢谢主。小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步。他立大地的根基，他让云彩飘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是他允许造物是福，神造万物各安其时，耐心等候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他里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有难处，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幸福。他立大地的根基，他让云彩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是他衣服是福，神造万物各安其时，耐心等候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是的，主啊，让我们能够耐心的等待。主啊，让我们能够相信主你有主你的旨意，让我们学习等候。主啊，谢谢你，我们就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重担的烦恼都交托在主你手中。主啊，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主你会给我们一个答案。主啊，谢谢你。小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咱继续徛伫来读
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14日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是咱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常常伫生活中，因为顺利，就袂记要爱甲主同活同行。咱看即马世界灾难、战争、地震、饥荒，咱拢知影，主要过来的骹步已经近啊。主啊，求你来怜悯阮，互即个全地有你的疼存在。求你来安慰阮的心，互阮的家兄会当减少。求主也帮助阮有搁较济回转来求找你，无搁再为着家己的意思来做家己的事。帮助阮会当伫天逐工拢甲你共死共活，互阮会当活出你的心意。阮安尼会当为主来做工跑走，求你也引带阮所要行的路站。阮安尼伫你的骹前来祈求，拢是奉靠主的名。阿门。
感谢信歌队带来水的诗歌。即时咱要来听主的话，记载伫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40甲第7节。当运势有分别，若是神是像一个；积分有分别，若是主是上一个；功用有分别，若是上帝上一个；施行万事伫众人中的，若是圣神的显明，是赏赐逐人，要利益众人。即时咱要请蔡长老甲咱讲道圣灵的运势。上开祈祷，马克主，我们很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这么好的天气里面能够在你的面前，这是何等的福分！求主你圣灵降临在我们的中间，感动我们，让我们的恩赐每一分都用在主你的事工上面，得着神荣耀神。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于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每一个平安。你看挂这个口罩哦，这上面你知无？这是中华民国军队的口罩，主要要战争用的。10档以后，哪要来你这里怕？有什么好怕？只要你准备好，什么就不怕。昨天我开记者会，我很少开记者会哦。昨天因为那个虎豹团事件，有死了2个大人，4个小孩，所以纠正新北市政府。其实前天晚上有一个陈宗彦事件。本来以为礼拜6的所有的新闻都是陈宗彦的新闻，结果没想到是我们的新闻占的版面比他还大，所以国民党新北市的几个议员就讲说，我们故意模糊焦点。其实你想想看，我们的一个报告说出来就出来吗？那个我们都经过几乎将近我们都是1年半以上的调查才可能出一份报告，那个报告是会接受挑战跟严谨的。但是感谢主。昨天我在听的是那个影音哈，就是那个记者录的影音，在电视播放。我听了以后，我太太问我说：“啊，那是谁在讲话？怎么很像你的声音？”我说：“你这样听不出来哦。”我再播放一次，因为有好几台，再播放一次，真的不像呢。就是台湾人在讲国语，感谢主，真的是台湾人在讲国语。苏兰姐，你听得懂我的国语吗？听得懂就好。其实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啊。今天我们圣歌队在唱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很感动，我真的很怕说，我今天不晓得能不能下去唱，因为我们昨天还上班，昨天早上记者会，中午上阳明山去约谈某一件事情，也去看一些违建的东西，也去看一些林宅血案的东西，因为我们赶着在228之前要把林宅血案做一个总结。下午又举办一个约谈，晚上还有开会。等我回来的时候才想到，好累。那所以给各位po一个短短的新闻，说不要忘记明天要做礼拜。然后那天晚上就开始，就是把以前准备的道理再重新一直看，一直在复习，一直看。那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发现我没有声音了，我已经没有声音了。我在想到当时1972年民国61年的时候，我在这边的法商学院，在这边念书。那时候有一个叫新生合唱团，新生合唱团是全北部地区第1名的合唱团，每次比赛都第1名。以前还有分名次，现在没有了，都以前分名次。那我在高中的时候参加过诗班，那就以前那个指挥准备要走了，要毕业了。那个指挥也是我们教会的人，说：“你参加过诗班，就把我抓去当指挥。”说真的，我五线谱我还看不太懂。我就去指挥啊，之后就那个汪精卫，不是汪精辉哦，汪精卫老师那时候是一个中国音乐学会，就是我们台湾音乐学会的理事长，那太太是蔡丽娟女士，也是音乐教授、声乐家，就把我拉去他家，我就跟他讲说我没有钱哦，他说不是，我就教我指挥，教我声乐，就这样一直教。那么半个学期之后，我指挥的那个合唱团还不错了，还都得到第1名。那时候声音很好。我可以唱得很高，我的韵律很宽，我可以唱得很低，我可以差不多从巴里东贝斯到那个 tenor， 我可以唱2点都没有问题。那么这几年下来，我手术3次喉咙。我每次到一个教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离开那个教会的空档，我就去手术。
医生跟我讲说，你的喉咙最好不要再用了。结果我还是继续用，我感谢主，只要我能够讲话，我为主做工就好。但是现在已经没办法唱歌，每次看到说不在唱歌，我都好羡慕，因为我声已经高不成低不就，我去他丑陋的叫做高声去假熬，那个声音好难听啊，我自己都听得觉得好难听的声音。所以昨天我一直播放那个影音呢，我再跟我太太你再听一次，我真的不像你，好难听哦，那个声音真的是好难听的声音。我很难听没关系，今天我是陪他们唱。可是我觉得我有声音，我就来参加圣歌队。难听归难听，反正就凑个人数。其实不是凑个人数，是要荣耀主。所有一切的恩赐就是荣耀主，对我来讲一点都不可惜。可能我那些合唱团的人，如果再聚集起来一下，以前我们的指挥啊怎么样啊，唱当晚响满天还可以受了，前面那一段还是你受了。现在不要说前面那一段我受了，中间那段我受了都不行。但相对的，我很感谢主，因为他一直让我能够去服侍他。恩典是服侍给主用的。我们都很多有属灵的恩赐，我们很多人其实。上帝从小给你一个很美丽的声音，你从小就是个，然后长大以后你训练音乐系，你是个很好的声乐家。可是我就这样跟他们讲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为什么不来教会唱圣歌队呢？我在西安教会，我那个教会的名字就讲，就是西安教会。有没有一个唱那马力动声美得不得了？那个马力动的声音有磁性啊！你们知道那个马力动贝斯，如果声音有磁性，像打鼓一样，像那个贝斯或者 cello 一样哦，很美呢。哦，那个唱出来那个声音，我就觉得好甜哦。就我来邀他上圣歌队，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水准哦，我来唱不太适合哦。我都参加的是台南合唱团，我也有参加台南合唱团上比赛呀了，很早以前。可是我觉得上台南合唱团台南合唱团没有错啦，因为那都是主内弟兄所组成的，那个每年定期有唱比赛呀。可是我觉得来唱圣歌队比那个好啊，所以我就跟他一直劝我说，我们妹子真的很难去啊，妹子有你就够了啦。跟各位诗班的各位兄弟姐妹讲，没有谁就够了，每个都很重要。每个人的声音集合起来才是主想听的声音，而不是说谁唱歌非常好听，非他不可。哇，完了，圣歌队今天不来，我们受不怎么办？你唱的是给上帝听的，你不是唱的，就是你自己觉得说我唱的声音呢，我多好，圣歌队非我不可。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我劝你不要来唱圣歌队，因为上帝要的是你的心呢。而不是说我的声音多美啊，他的声音怎么那个声音那么难听？没有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是干嘛？给我们去使用，给我们去用。我从离开教会的时候，我还没办法劝那个很好听的那个巴利东贝斯来唱圣歌队，因为我觉得他如果来唱圣歌队会非常好听，上帝很喜欢。因为我们唱圣歌队也要给下面的会有感动，一起来赞美神啊。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恩赐属灵的教会的恩赐所赐下的恩赐是为了什么？为了造就教会。如果我们的属灵的恩赐不是为了造就教会，上帝给你的恩赐真的是白白给你。当然，上帝会，我们圣经所念的是上帝随意给个人各种恩赐。其实上帝所谓的随意，他还是有挑选呢，有拣选呢。比如叫我去司琴，那你们就完蛋了。今天我追弹哆来咪发嗦。可是今天我阿秋姨啊哈，那个今天我们的圣经的江河，因为我昨天回来比较晚了，也忘了把那个歌词打上去，还好哦，我们也有那个欧巴人均，他们都有那个用电脑的恩赐，帮我们赶快把歌词打上去。他还会弹琴，我问他会不会弹琴，他说他会的。你会吧哈？那会弹琴还好。那个恩赐是上帝造就他。从小培养他，他会弹琴，所以10年恩赐不是突然一下我就会有，还要经过操练的。你不是一下来圣歌队说我都不会看谱，你唱个10年20年你不会看谱吗？这不会看谱也没关系，到现在我不太会看谱啊，我不太会，我还是可以唱啊。为什么？上帝会磨练你，会训练你。所以有时候我偶尔不小心，我们在监唱或者在以前在玩，不小心人家在一起大合唱偶尔不小心唱个2句。人家就会转头过来说：“
谁唱歌？那时候我们院长讲说啊，因为他们那个教会都在唱诗班的，所以那个声音会比较亮洪亮一点。那所以我都唱了2句就赶快停下来，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公共场所唱过歌，我不会唱。那种不是不会唱流行歌，他们说啊，他们都是唱教会的那个圣诗哦，所以不会唱流行歌，不是不会唱，觉得说我们唱出来的很难听，人家流行歌有流行歌的味道，我们唱出来的就是没有那个味道嘛。所以圣灵给我们各种的恩赐，你们要把握。今天我们是最后一讲，在讲圣灵的恩赐啊。圣灵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典，我们要把主给我们的恩赐一直在使用。我在想说，如果今天我们不是站在教会的立场，我没有在牧会，我只有一直在参加圣歌队，也许我可以保持我那么好的声音。说真的，以前我觉得声音还不错，所以我可以追到我太太啊，最起码她被我声音迷到啊。虽然我家里很穷啊。但相对的，现在我如果用现在这种声音哦，我看到他看到我就跑得好远了，很难听啊。不管怎么说，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他的恩赐，这个恩赐是要为什么？为上帝所用啊。所以我们看到说，恩赐里面，我们刚才给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一再告诉我们，我们的圣灵、我们的功用、我们的职能等等的。但是最重要是什么？一主、一信、一喜呀。这些东西我们集合起来唱圣歌队，不是要凸显谁哇，圣部谁唱的最好，二头谁唱的最好，天哪贝斯谁唱的最好，而是我们整体一起来服侍一个主，唱给主听一个声音。为什么圣歌队要指挥？因为要把大家声音统一起来，献给主一个声音。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我们都知道，我们恩赐是有分别的，但是什么？圣灵一个圣灵是虽分赐给个人呢。今天给玉芳的恩赐，跟给那个明珍姐的恩赐不一样对不起，我讲玉芳姐、明珍姐，因为她比你老一点点。她是阿秋姨啊，姨伯。但相对的，我们的恩赐是上帝给我们的。我觉得来用我从高中来圣歌队里面的侍奉。我不敢讲别的了，就来圣歌队的师母，来主日学的师母，是都让我从小的时候感觉到是最美的一种侍奉。那种侍奉不是我标榜我个人，而是我在很多人里面，我是一个小小的一份子。可是我们集合起来的声音，可以达到天庭，让上帝听呢，多美好的声音呢！所以相对的，我们的恩赐告诉我们什么？最重要，恩赐的本质是什么？恩赐的本质是要给做教会事工的使用，是主的恩典的使用。所以恩赐的本质，我们的恩赐有分别，剩了几个？一位啊。执事有分别，有的当长老，有的当执事，有的当那个团契的会长，有的当主日学老师，有的当主日学队长，有的当辅导等等。这些执事里面，几个主？一位啊。我们的功用有很多的不同啊。今天有人负责操作电脑，有人负责电子琴，有人会打鼓啊。对，等一下圣灵的江河主灵啊，记得还要出来打鼓。圣灵江河那个打鼓下来又不一样。每个上帝给你们的恩赐，你会觉得说，下去不一样。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所有的东西，几位神？一位。一位圣灵，一位主耶稣基督，一位圣父上帝。我们所有的在这里面，透过圣灵这些运作，给我们各种的恩赐，是为了什么？叫运行这一切的事情，来建立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让荣神益人啊。所以这是三者的分别，在表明圣灵是多元化的。你说没有一个人这个人好有才能，什么恩典他都有。这个人好有才能，什么恩赐都在他身上。上帝不会这么不公平啊！上帝给你有很好的口才，也给你很好的口才，可以去宣扬福音，可以找人来信主。可是上帝可能给你的口才是不好的，上帝要你做什么？祷告，替人祷告。所以穆迪经常讲一句话：他最大的发电机在哪边？在他教会下面，只要他一长到下面，就有一堆兄弟姐妹替他在祷告。希望他讲的话语出来是圣灵给他的话语，上帝透过他的声音，透过野声
替圣神、替上帝来讲话，不是讲你这个人口才偌好。口才有什么好呢？我的台湾国语，但是不要忘记，我国小的时候还是国语的比赛，还是当时都还嘉义县都还第2名呢。可是现在啊，只要每一个人看到我都是台湾国语，因为讲台语讲习惯了嘛。你有什么关系？只要你们听得懂就好，听有就好啊。但相对的重要的是，你们有没有把主的话听进去呢？所以我们看到恩赐，这只是一个工具，不是恩赐在凸显你多么的伟大，恩赐不在凸显你的才能多高，恩赐是要让上帝所使用，这是一种工具。今天我们这个中天教会，我觉得我感到最满足，有时候晚上还会偷笑。我们教诗经真的是好多呢。你说没有了，才几位？真的好多呢。可是看不到兄弟的感觉，都是姐妹在诗情哦。有的教会没有诗情呢。我妈妈为了教会没有诗情，因为都到乡下去，所以我妈妈去练诗情。我妈妈会晓弹琴，是因为去教会，我甲讲都无人弹琴，拢清唱，唔当我妈妈去练弹琴。我爸爸迄弹迄个落咧，然后弹那个音调。教会内面会当遮济人来诗琴，偌水的物件，教会内有遮济人愿意奉献伫诗班内面做1分子尔，毋是特别熬的，是1分子尔。教会内面有人要去助理，要做老师，拢无人看到家遐囡仔。有但是囡仔你甲伊讲话吼，你就感觉遮有理啊，伊都无咧甲伊听。我就是要这个样子啊！你跟他讲了老半天，他就是不喜欢听你，就是不喜欢听你，这是有他的个性。但是不错，我们的执事跟他好不容易我选上长老，某个教会联合报写6叉啊，中国时报写什么？在后面那个就不能再讲了，在台南。我讲过吼，迄个张老头是咧经营6合彩。不，经营乐透，以前迄个违法乐透，所以讲你若要找迄个吼，你唔通去甲问讲，某某教会长老住伫对，人唔知，你若讲要去对签迄个6合彩，讲伫遐啦，迄个就是迄个教会长老，伊拢敢若要选举以前伊来礼拜尔，但是家族数占1/3，所以迄个牧师足歹大。咱他们讲，咱中教会吼，实是吼。够好啦！那个我们的长职，我们每个同工几乎是同心合意，我们几乎没什么话，甚至我还鼓励大家讲话，尽量讲，可是就是不尽量讲。你尽量骂，也没有人要骂。你说我觉得那个蔡长老讲到不好，你就尽量讲出来，哪一点要改善。所以每次都是我太太在跟我讲，你今天讲到太快了啦，你今天讲到太久了啦，其他的人都不讲。你们就尽量讲，因为我们为什么？为了容身一人呐、啊，我们互相彼此的勉励，用爱心说诚实话。为了什么？为了造就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性，让我们更加亲近主，让我们更加离得救的道路越来越近。那我们站在审判者这一边，而不是被审判的那一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功用。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打鼓？因为我们在唱圣诗的时候。你会觉得打鼓出来就增加我们的力量，所以它有它的功用，而不是一想到今天主灵来说我最会打鼓，一想到我管你讲到你讲你的，我打我的，乒乒乓乓乒乒乓，看2个比赛看谁。就像我们经常看到那个庙里面有这边演布袋戏，这边演歌仔戏，2个在拼场。教会没有在拼场的哈，那不是拼场，是每一件侍奉都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要知道这些是要成就什么？我们的事工。你说什么讲了老半天，怎么只是为教会？我生活还有很多的目的啊，我还有我的家庭，我有我的事业，我有我的很多的好朋友。他主要是创造我们做什么？所以造我们是为了荣耀他。我们在世上日子才多久？你不是为了荣耀神你来世上，你是荣耀你的事业，你是荣耀你的名称名位。你还眷恋你，我本身当部长，我当院长。我当总统，你能当多久？可是你敬拜主是永生的，一辈子的，你的人生才这么一点呢。最重要的聚会，你说你只强调聚会的人数啊，只强调只是为了你自己，不要为了我自己，为了上帝而来。如果你是为了我自己，我劝你就不要来。
但是为了上帝，你非来不可，而且非邀人来不可，因为这是上帝给你的一个使命。所以恩赐的种类我们有很多，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讲的那么多啊，有成全性的啊。就像在我们在那个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有教师啊。为什么成全圣徒啊？各尽其职来成就神的教会。他说使徒，有人问我，突然说：“现在有使徒吗？”我说我不知道那个圣经。保罗先生不是讲说，你要羡慕那种使徒讲道的恩赐，所以你讲道是不是先知讲道的恩赐？你的讲道是不是先知的讲道？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的印象是我小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出来牧会，他没有练过，他神学练一半就被赶走所以他没有。然后他每次讲到，有时候会跟阿姨来，孩子我还小学生，来，爸爸讲一个讲道给你听，做10分钟了。他讲完之后问我：“你听有无？”我看着讲：“爸爸你讲道真好，你的线跟音量足济，叫你那水的。你听有无啦？”爸爸，我知你用足济拢圣经的，然后他要进去，可能半个小时以后，来，爸爸我讲一遍给你听，你听有无？爸爸，我知你在讲什么？你有感动无？阮老爸甲我问讲，我有感动无？我敢甲讲我无感动无？伊看我的表情，我甲看者，伊就知讲，伊就去入去啊。佮半点钟，我出来拉起来，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讲了，然后讲我今日要讲到哪些？爸爸，你讲得真好。所以我一直在觉得，在我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一直在讲说，我在讲道上怎么跟各位分享。所以说，基督怎么跟各位分享？他用的比喻他这么简单的比喻里面，让我们知道神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所以说，人说全世界里面世界名著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什么？浪子回头。浪子回头的故事是最有名的文章，全世界公认。谁讲的？主耶稣讲出来的比喻有没有真的这个故事？可能不是真的故事，但是主耶稣是隐喻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怎么对那一些迷途在外的100只羊里面的99只留着去寻找那一只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有些是服事性的性质我们所看到的哥林多前书，在罗马前书里面，罗马书里面有说我们得的恩赐各有不同，然后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9种的恩赐，包括说语言、说方言的、辨别诸灵等等语言的恩赐，那个灵敏人的恩赐有9种。所以但现在有人就标榜说9种恩赐，特别在研究9种恩赐，恩赐不止9种啦。你怎么去研究那9种的恩赐？所以有人特别做这个图这个图是什么？互相标榜，有一个功夫的师傅非常会教功夫他就跟那徒弟讲说：“你们每个人要认真练习。”就有一个人心高气傲的，他就说：“我师傅，我在你的身上学不到东西，我要出去外面学。”他去学什么？学漂渡那个河他不要经过那个，他只要丢几片竹片，就可以踏着那个竹片就可以过那个河。在大陆有人专门在练这个，你们都看到专门在这个河。但有一天看到师傅集合起来到河边，他在那边练习的时候，看到师傅说：“师傅我已经功成名，我的那个武功已经练完了。你练什么武功？练渡河，扁舟渡河。你看我竹片一撒下去，啪啦啦啦就跑过去了。然后那个师傅就在对面说：你在那边等，你在那边等。他就叫一个摆渡过来，来，你过来，我们要到对面去。一个人多少钱？一个人20块钱。那20块钱大家就坐那只船到对面去。他说：师傅，你们说不像我，你的功夫那么好，你应该可以你应该可以踏着竹片就可以过河。他说：我为什么要踏竹片过河？我花20块钱我就可以过河了。我们标榜的恩赐是指20块钱所以你如果要用这种物质计较的话，你只要标榜你自己很行的话，那真的是只有值20块钱。所以我们所讲的在哥林多前书的恩赐是罗马的恩赐，不管是你几种。今天私人关系你们看一下就好。其实恩赐最重要的要服侍上帝。圣经讲了好多的恩赐，随着时代的不同有不同的恩赐。
我们在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医病赶鬼看的很多，可现在医病赶鬼的很少，反而特会里面是真的假的，我自己都已经搞不太清楚了。我不能说它是假的，但是我是觉得圣灵有没有感动我比较重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说，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恩赐里面，他的目的是做什么？让我们去征战啊！所以他叫我们要全副的武装啊！我们要全副的武装来跟上帝征战啊！这个我们经常在那个以弗所书里面特别所强调的，因为我们要征战，不是跟属灵的世界所征战的。现在魔鬼在我们上面啊，好忙哦！现在中心教会好像都在读神的话语，那怎么办呢？想办法让他们不要读神的话语，让他们开始听流行歌曲，让他们去听那种靡靡之音，让他们去做那个不好看的电影，不好看的那个流氓过是马牛狗，我的那个其实是好看的，那个其实是我觉得那个电影我们经常有包场去看，那是在讲那个228事件，那是受难的家属。我们有整个的流氓狗马牛狗，我每次那个听不到的是马牛狗流氓狗。但是不错啊，真的每个看台会都好感动，所以我们为了这个，我最林立雄林南学院调查完之后，我要调查的开始是不义遗址的228那些受难人的整个的侦讯。现在所以每天都在读资料，那个资料现在档案解密了很多资料，很多有的销毁的，有的没有销，所以一边整理。所以没有属灵精神，为什么？为了教会的和谐啊！我们属灵恩赐是给我们说什么？要让我们得到恩典的前提是，那个恩赐是给我们用爱的包容，让我们得到恩典。你的恩赐如果不是出于爱，那就不叫做恩典。因为恩典虽然白白得来的，但是一个很重要，恩典表现出来的就是爱。你的恩赐是让你在爱中服侍人，你用爱来服侍人，而不是因为你有爱才有恩赐。就像我经常讲，我今天当监察委员是让我希望我在监察委员的工作上面能够传扬主的爱，而不是因为我爱主才让我去当监察委员。如果我不爱主的话，我求愿我不要当监察委员。你的每一个人的职分是希望你在那个职位上去做监察委员，就像我们哲博，现在国安局国家就靠你了啊！每天一放假，我就是最紧张你们国安局耶，所以我会去找你们蔡局长讲一讲，这个国家就靠你们在保佑。每一个人，上帝给每一个人在这工作上面是什么？是要容神益人呢，是要保护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爱中互相的滋长啊。所以圣灵的果实所结的第一个颗果子是什么？就是仁爱，就是爱。爱是圣性的规矩，第一条就是听啦。如果没有爱，所讲的都是假的，都是虚言。你说爱到什么程度？爱到你能够跟主贴切的程度，爱到主告诉你什么叫做爱。所以我们会门照你们跟你们所讲的所有这一些，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在爱中要合一啊！中信教会，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感谢主的，是我们蛮合一的。但是合一到有些话，我觉得你们都不太敢讲的感觉，应该讲都不讲。所以别人在开小会啊，都吵很久；开长执会都吵很久；开同工会都吵很久。我们开长执会同工会几乎都没有吵啦。只要有一个人有讲出来，大家就这个意见好啊，就通过了。应该吵一下，所以我下次如果你们邀请我参加，我就来吵一下好了，跟你们提不同意见好了。但相对不是，我们正是一个爱的团体，所以一直觉得说，如果在中原教会牧会都没办法牧会的话，我不晓得哪个教会能够牧会。这么好的一个教会，不分彼此，这个教会里面没有谁大谁小，这个教会里面只有服侍的职分而已，这是多美的事情。让我们在爱中能够建立，所以你看我们在爱中里面的建立的时候，我们要成全信徒，各尽其职做什么？你要找到你的位置啊！你不是要光做礼拜，做礼拜你的位置说没有啊，我什么都不行，我的恩赐都不行，你会招呼人吧？你会讲招呼呗？现在看到人来，你唔能互人教伫咱教会的时阵，互感觉讲来恁中央教会我不敢当陌生人呢。你唔是讲拢教会拢是上帝家庭，我来恁教会点坐大遐？
我都捌去一间教，我叫阮太太去一间教会了，点点坐咧吼，我一直要试看觅，教会足侪人的呢。试看觅呢，有人来甲阮挨杀住一个无？打一个招呼也好。我们两个坐了很久，坐到会友大概都出去了，拢无伫咧啊。阮两个皮啊蒙咧爬起来转出去。我讲遐伫咱中教育，迄个人叫咱包围起来啊，围城。结果我咧看是几间教会安尼呢？毋能讲迄间呢，我搁去一间，伫咱较远的，迄个北二开头的迄，我两去2遍嘛是拢坐伫遐尔呢。因为我要试看这个教会有温暖无，毋是礼拜形式的。我们礼拜不要把它当作形式，我们时间好像过得很快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能够得一，能够在彰显圣灵的工作？其实我今天只要在讲这个故事，可能今天会耽误各位一点时间，因为我的心里一直有感动，这个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但这个故事很长。新竹德兰之家最近不是最近了，前几年有，前1-2年 ，COVID-19 之前呐、有落成一个新家，那是天主教，非常的有名。他收容都是这些孤儿。嘉义太保那边收容的是那种长杖，这边收容的是孤儿。有一个年轻人。从小在孤儿院长大，非常的有恩赐。修女教他什么就教他什么。提到这个，我就要重新再强调一次：天主教我们都说他很腐败，可天主教的修女跟神父都让我们很感动。一辈子的牺牲跟奉献，那个是真的爱主。因为觉得这怎么可能有人这么的爱主？我在马祖遇到2个修女，就是一辈子就奉献在那里。到他老了，回到他们的母国，他说不要再给台湾添麻烦。我们呢？这些全部是修女耶，这修女没有一个台湾人呢。他们那个修女有些都是博士毕业的，硕士毕业的比比皆是，程度都非常好，所以教出来的小孩子每个都非常的有礼貌。台湾最好的这个囡仔，从细汉修女都甲教，这个囡仔从细汉就是用拼伫新竹火车头，刺儿，甲修女拜古字啊。所以伊对伊的爸母是足受气的，伊认为安怎我是得罪你安怎，你从细汉就甲我拼掉。但是他的头脑非常好。他很有才能，所以修女所教他的，不管英文、数学各方面，尤其音乐，足够舒气的，足够弹琴的。所以教会人在做礼拜他们天主教往弥撒都有他在事情。每次弥撒之前，他的弹那个前奏每会有觉得说，只要听这些前奏，整个心就沉静下来，整个人就是仰望上帝，非常的会弹琴。但是有一个特色。只要母亲节一到，父亲节一到，他决定那天就不出门了，就关在房间里面，绝对不弹一首歌，说我爱妈妈，世界上只有妈妈好，妈妈的眼泪，妈妈把我抛弃，还有什么好讲话？我恨我的妈妈。修女每天都跟他安慰，我们都爱你，我们就是你的妈妈，上帝爱你，上帝就是你的爸爸妈妈。耶稣爱你，耶稣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我有感受到，可是我的爸爸妈妈嘞，我的爸爸妈妈嘞，一天一天长大，成绩非常的好，就考上成大的土木系。成大的土木系里面，在那个他们育人中心，很多人上大学，因为他们的教育，他们给他们很好的资源。成大土木系毕业以后，他们回去那个孤儿院看到修女，那修女跟他讲：“你已经成大毕业了，你要出来工作了。我看你心智还蛮健全的。有一件事情我不得不告诉你。”他拿给他一个信封，2张的车票，1张的车票是从新竹坐到屏东，1张车票是慢车票，公车的车票，从屏东坐到一个屏东的一个很乡下的地方。他说：“你的身上，我们当初发现你在新竹火车站的时候，你身上有一个包裹，就只有这2张车票，然后写1行字：拜托，拜托，照顾我这个小孩。本来我们都不叫你们去学你们的那些弃婴也没被叫人去吹啦。可是我觉得你心智已经蛮健全，你那么恨你的父母，你这有2张车票，你去看看。”他就坐车回
屏东，然后依照另外一张车票从屏东到那个乡下，他就坐那个公车，坐了好久，坐了1个小时多，将近2个小时到那个乡下，才知道那个乡下是鸟不生蛋的地方。那个乡下就一间杂货店，一条街道啊，里面有一间小学，一间国中啊，几乎没有人。那个乡下很少人，乡村很少人。他看到2张车票，他就去派出所。去问他说：“哎，你们能不能看我一下？因为他几岁嘛？啊，这个他是1个月后被发生的，民国几年啊？你们这边有没有报失踪婴儿？”他们找找，哎，有，因为我们这边人少啊，有一个人1个月以后被报失踪的，你知道他的妈妈，他这个人的母亲在哪里吗？啊，这个母亲啊，就是那个国中的工友，来，我带你去那个警察，因为人那个地方人也少，警察赶快带他到那个国中。到那个国中以后，他就问他们说：“请问这个国中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没有？”那个校长，那个国中人没有几个人，那个校长看到他，笑一笑说：“你终于来了。你知道我会来？我不知道，但是我感觉到你会来。你认识某某人吗？当然认识啊。他从年轻就在我们这里当工友啦，现在人呢过世了。但是在过世之前，我们在他的船头旁边找到一袋的车票，那些车票都是坐到屏东，屏东坐到新竹。我在想说，他突然一直回想，每个月，每半年，都有一段时间，都有一个老妇人来看他，一个欧巴桑来看他，每次都会买很多东西，都指定要给他。然后每天都带了，每次来看他都带了很多东西，每次看他的眼睛就是很奇怪，都一直看着他。可他觉得我有什么好看的？他每次来就跟他招呼，就买东西给他，然后就默默不讲话就回家。他说：“那这个人怎么样？”他说：“他结婚以后，他的先生因为我们这边工作很困难，他现在也不出去找工作，说每天喝酒。”打他的太太跟小孩，他有2个小孩。这个小孩还有一个哥哥在国2被打得受不了，离家出走。那他的妈妈生下1个月以后，他就去报失踪人口，每半年就来跟我请假，说他要出去远门一趟看朋友。每次回来，我看他心情就很好。他每次要出去之前，就会告诉我们说：“你们到底我要去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你们如果能够捐款的话，要帮大家捐款。”所以呢，村里面都知道说，他妈妈半年里面都会来说捐款，他去做一些善事。如果你是他的小孩，你如果没有出去我们这个村庄，你现在顶多是国中毕业。搞不好会被你爸爸酒醉打跑。他突然在翻这个东西，突然翻到一个毕业照，他小学的毕业照，他国中的毕业照，他高中的毕业照，他大学的毕业照。他想：我成大毕业，有人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吗？他想了老半天，看到有人是偷偷从旁边拍他的，他的毕业照，他跟他同学在那边照相，都有人在拍。他看到那个毕业照，他眼泪开始掉出来。是我的妈妈。校长笑一笑。我们这个村庄从来没有一个人高中毕业的，不要讲是国立大学毕业的。如果你还留在我们这个村庄，你顶多是国小毕业，你就是在外面顶多搬个砖头。他们不讲话，问校长：“你们这边有钢琴吗？”没有，我们学校太穷了，但是有风琴，风琴也好。他走过去，世上只有妈妈，一首接着一首，老师慢慢听到声音都围过来了，就跟他一起唱，一起唱。等他回来，下一次的母亲节，他自告奋勇去跟修女说。他就回到德兰中心，修女说：“这一次的母亲的弥撒能不能让我侍琴？”修女说：“好啊，你不是母亲都不侍琴吗？”他说：“我要侍琴，而且我要独奏，一首一首把思念母亲的歌都弹出来。”
上帝给他的恩赐是服侍教会，上帝给他的恩赐是私情，可他恨他的妈妈，他从来不在母亲节弥撒的时候私情。终于，上帝感动了他的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不要将你的恩赐给上帝所使用？你要不要将你的恩赐给上帝所用？上帝给你各种的恩赐，是要服侍上帝，是要荣耀上帝，是要让我们教会合一，是要让我们教会得着益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各种的恩赐，让我们可以服侍你。感谢主，让我们在爱中彼此建立。谢谢主，让我们在爱中彼此关怀。谢谢主，让我们在爱中互相联合，得以成为一体。主，你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恩赐求你重用，我们的恩赐完全献给你。我们站到高峰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时，请咱起立来吟信息圣灵的江河。咱备万心来奉献。
时咱要来颁发111年学年的迄个第一学期的金星奖学金，有迄个得奖的名单，国校是严思恩、洪喜恩、洪恩熙、赖佑任、周宇恩、许安、洪雨桐。国中的部分是许耀，高中的话是罗以晴、陈冠伦、许悦。大学的部分是蔡思丁、蔡明哲、叶成伟。我们现在请牧师来帮我们颁发这个奖学金。即马咱要来吟上吟第399首，请起立。上吟。吟诗线，咱要请牧师来祝祷。天父疼阮的上帝，阮真正感谢你，因为你伫阮的中间，阮就要对你来得到上帝的祝福。祝阮深深甲你感谢，当阮到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上帝恩的时，阮的恩搁较好势。愿主常常甲阮相甲伫得。当亲爱的主，早起阮伫即个所在。来祝福遮个兄弟姊妹，因所做工，愿主一个一个甲因相甲伫得，罗卜也强强健健，将上帝恩典甲疼痛，到伫正人的中间，欢喜一个一个
来甲阮感谢，来祝福，互因得到平安。主，阮就将即个事交托你，愿你就对头到尾来祝福。阮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即时我来简单报告哦。咱礼拜后有小组的分享，咱有迄个公道的事项，请伫咧小组的时阵会当替即几项来代祷。第二项是下主日2月26要召开礼拜后中要举行圣礼典，甲召开定期的会员互会。会员的名单伫咧后壁的公告栏，若有出入，请通知干长老。若因为有代志无法度出席，请填迄个请假单。咱聚会后今日聚会后下晡2点，伫咧迄个太平国校有迄个要甲世新大学的足球队有一个联谊会邀请兄弟兄姐会当参加，请要参加的人会当穿着轻便的衣服穿较轻松的。即时咱要来请迄个叶长老来甲咱分享解释今仔日要查经的迄个内容。各位兄弟平安吼！咱小组的是，咱逐礼拜拢有读即个圣经嘛吼。我差不多用5分钟的时间，我来含各位分享即个所在。咱知影咱迄个过来伫读的即段圣经，即几章是咧讲约瑟啦。头前是到以撒，约瑟了的是到以撒吼，以撒了到雅各。咱看到的即几个人吼。讲以撒亚伯拉罕先过身的时，亚伯拉罕过身的时，圣经安怎写呢？讲年纪老迈，满足而死了。过来以撒过身的时，180岁过身的时，嘛是讲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就是讲日子日子有够啊，到180岁啊。到雅各死的时安怎呢？雅各死的时写安怎？写讲。雅各祖父都甲伊遐囝儿交代以后讲啦，讲两脚收在床上，气绝而亡。2支骹怎揪起来？咱台语讲啦，讲拽起来啦。安尼雅各安尼尔。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讲，咱咧读这个圣经的时，只有雅各遇见神。亚伯拉罕有啦，上帝嘛，但是雅各。伫要过河的时伫亚伯河遐的时，雅各含迄个天开啊，讲上帝的天使甲伊伫遐伫甲伊讲，所以伊遐个叫做伯特利。转来的时，共款伫遐含神在那边伫遐摔跤的时，雅各有安尼啦。所以雅各去见着法老的时，安怎讲？法老伊讲，伊迄阵130岁，伊讲我的日子底佫艰苦啦，无像我的祖先啊，无像。伊的老爸甲伊的祖，伊讲伊的底好艰苦，因为伊一世人，咱看圣经咧写，拢伫遐走来走去尔，走来走去，几乎都是这样。过来接落马上雅各无佫写伊的啥物代志啊，过来接落就是写约瑟。咱讲咧读即几章的是约瑟我用华语来讲好了，用素然在没有。约瑟我们知道约瑟就是4件的衣服嘛，4件。第一件就是他的父亲雅各给他的彩衣啦，结果那一件彩衣在他17岁的时候穿一穿，穿到去看他的哥哥的时候，被他哥哥把他下在那个枯井里面，然后把它卖掉。那一件彩衣呢，后来把它用动物的血把它沾了以后拿回去给雅各。所以第一件就是彩衣变成血衣。第二件是什么？是奴隶的衣服啦。
哦，他就被卖到那个埃及去了，被以实玛利的商人把他卖去。以实玛利吼，伊讲咱圣经有记载，伊讲他从基列那一边吼，基列那一边底下买乳香，然后呢那些香料运到埃及去卖。啊，在耶利米书8章22节特别有讲到说怎么样？讲到说基列难道没有乳香吗？基列难道没有医生吗？我的百姓遍体鳞伤，不得医治。哦，耶利米书也是特别在讲，哦，耶利米咱知影是那是一方选的那个圣经节嘛，是不是？耶利米，哦，咱知影吼，看到的就是迄个基列伊遐甲卖去的是卖去，伊就变奴隶啊嘛。啊，伫遐奴隶的衣服的是咱知影吼。圣经伫迄章内底特别头到尾拢安尼讲啦，头到尾头伊安尼讲耶和华神跟他同在，所以他凡事都顺利，百事顺利了。啊，所以伊去啊呢，伊都变总管了，不是奴隶变成总管。后来接着就是被他的那个主人的太太引诱他嘛，引诱他。圣经安怎讲？圣经写讲约瑟秀雅俊美啦，台语讲啦。讲水个生做好看，啊，所以他说他的那个祖母就是他的主人的太太，说天天引诱他啦。啊，约瑟没有受到引诱，所以后来被他无奈以后，就下到监狱里面去。监狱里面去的时候，同样这句话，耶和华神跟他同在，所以他在监狱里面凡事呢百事都顺利。所以那个典狱长将所有的犯人都交代伊啦，都交代他。啊，接着就有那个九正跟那个善使长两个做了2个梦嘛。所以做了2个梦的时候，伊甲伊讲那一章特别讲到，就是说神跟约瑟讲，难道约瑟讲说解梦岂不是神吗？解梦岂不是神？后来他还特别讲了，说你那个九正，你出去的时候你要记得我。台语讲。你出去，你会记得我，因为我是用冤枉的啦。啊，你若甲这个王讲一句好话啦，讲一句好话，我就会当出家。台语是讲一句好话啦，讲一句。结果那个九正一出去以后，把他忘掉，总共几年的时间？2年的时间。要是你知影17岁王卖，伫遐关的时，可能只有。上这18、9岁啦，啊，关到20几岁，关到拢伫遐咧关。后来因为法老王做了2个梦嘛，2个梦，所以人家讲说那个九正突然想到约瑟会解梦，所以就请他出去了。请他出去，咱知影圣经个啥？写讲伊要洗身躯啦、换衫啦，就洒香水，然后去见法老王。所以他第一句他就怎么讲？他说：“解梦岂不是神吗？解梦了。”讲你你发到你做2个梦，这2个梦其实一个，但是神的旨意是要告诉你，神要把将来都是告诉你。所以圣经一句话讲别人要因你得福嘛，别人要因你得福。所以丰收的7年跟这个饥荒的7年，伊拢甲伊讲了安怎？讲了伊个兼建议啦，解梦完再接着建议什么？建议说，你都要叫一个有智慧的人，将7年的时间，7年的时间的丰收建很多的仓库了，然后7年的饥荒的时候，可以把这些粮食卖出来。所以他说建议法老王这样的，法老王说这样要有神的灵跟他同在，这样好找吗？这个人可以找到吗？后来伊就讲啊，就是你啊，因为神的灵在你身上，就是你来负责。所以他就由奴隶的衣服变成囚犯的衣服，再来变成第4件是什么？是细麻衣，宰相的衣服啦，细麻衣。所以圣经讲法度马上将手指拔落来，戒指那个是要盖印的嘛，所以马上然后呢就给他那个细麻衣，就是那个好看的衣服，非常好的尊贵的衣服。然后呢叫他搭在第2辆车子，然后沿途喊着是要跪下了，因为那个法老王的车子要过了，所以要跪下。这个是约瑟的一生，他非常正直了，非常正直。咱这几章是读到这，这个就想到有
有一本书哈，就是那个经营的那个圣经啊，其实那个作者是完全根据圣经里面的人物来说，哎，你要一个经营一个公司大企业的时候要怎么经营了哈？啊，那个里面他第一个讲到就是正直跟诚实，最重要是正直诚实。啊，再来呢，还要有同理心，还要有使命感，还有团队，哦，这一些呢，总共加起来有10项。啊，我们看到约瑟就是有这样的，所以他第一个是正直。所以巴菲特讲，他就去访问这个作者访问巴菲特，巴菲特就讲，他要请员工的时候有3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第一个就是正直，就是诚实嘛，哈。第二个就是他应该聪明，第3个就是他应该是精力旺盛的。他说没有前面这一个，只有后面2个的时候，那这个会被他这个公司会被他搞垮。啊，你只有聪明，但是精力旺盛，但是你不正直就麻烦了。他有举很多例子了，那一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约瑟就是这样啊。这几章我们可以看出来，但是一个重点就是神跟他同在。没有神跟他同在的时候，你就没有那种智慧，没有办法由一个奴隶，由一个囚犯变成一个宰相。啊，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常常要读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确实是这样了，确实是这样。所以以赛亚书32章特别怎么讲？以赛亚书讲高明人涂抹高明的事，而且永存在高明之中。啊，头前伊安讲，第一讲啦，讲高明的人计划高明的事啦，啊，长长点伫高明啦，哦，长长啊，头前伊安讲，伊讲戆的人咧。戆的人亵渎上帝啦，啊，批评上帝，亵渎上帝。啊，地教安怎？地教讲腹肚枵呢，无物件通食；喙焦呢，无水通啉。啊，这个是在以赛亚书32章特别这样讲的。啊，我就花几分钟的时间跟各位分享这个礼拜我们所要读的这些，谢谢。谢谢叶老师很好的那个分享哈。那我们要当有智慧的人。那这时候我们请圣歌队来做，我们领受圣歌队的祝福。咱要闭会吼，啊，分组，请恁第1、第2组拢伫个2楼吼，啊，第3、第4组拢伫个1楼遮。咱正开始来分组吼，我知影讲你足久无看到，敢若那种菜市场吼，所以讲咱分组，咱菜市场的不要紧吼，好像菜市场没关系，互相打招呼吼。那我们也分组，因为上帝的话语，这个教会如果建立在神的话语，这个教会一定是兴盛吼。哎，谢谢。好，我们现在分组哈。来，哎，那今天讲的是约瑟哈，今天讲，哎。